近段消息来看，高雄市的前市长韩国瑜从罢免了后，已经真久无公开来露面了。但是伫面册人气也是上旺的。国民党青年部来公布着国民党内2020社群排行榜，这个韩国瑜也是徛头名。有风声讲过年了后，韩国瑜将会为桃园出发来启动公益之旅。因为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将伫7、8月来改选，所以国民党一寡带头的一举一动，拢特别受到注目。国民党政治人物10大热门社群头一名就是以韩国瑜。去年6月7日被罢免了后，文章所、留言所、分享等等，议员领先其他的党员真济。那伫国民党青年部调查的党内热门社群得到第一。面册粉砖我是中立人，更加写讲韩国瑜伫过年后将会开始公益的活动，出发地就选伫桃园。更加听讲伊有这个意思，要参选党主席。其实韩市长我们一直都有保持很好的一个联络啊，那他对党也非常的关心。江启臣讲，拢有保持联络。拜三国民党成立公告竞销委员会，由江启臣的丈人，也就是前立委刘成龙筹办，互人真好奇讲，敢是你为江启臣拼连任的布局，马前总统冇够有赢。您支持江主席续任党主席吗？可是时间还太早了一点。问到韩国瑜，说也要选党主席，而且他年后要出来做公益活动。这个经过证实了吗4年半前今这份国民党公布的党内政治人物10大热门社群，韩国瑜第一，马英九第二，罗志祥第三，江启臣第四，侯友宜是排第5名。把事情做好，比什么都还重要。针对网络声量的关系，侯友宜表示尊重，伊敢若有一个态度，就是好好做代志。